神啊，你着学咯耶和华，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我的心神啊，你着学咯耶和华，世间万物拢着学咯伊。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咱的主每时每刻在看顾，伊搭伫咱学路，开大声唱上伊，我的心神啊，你着学咯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咯耶和华，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我的心神啊，你着学咯耶和华，世间万物拢着学咯伊。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咱的主每时每刻在看顾，伊搭伫咱学路，开大声唱上伊，我的心神啊，你着学咯耶和华。这是咱来感恩认罪，咱来看这段圣经，咱做伙来读。我的主民但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的歹行为，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互土地搁再生产。我的目睭要看，耳孔要听伫这所在所献的祈祷。因早起，咱谦卑来到主的宝座前，咱也要按伊承认咱的软弱，啊求主来光照咱的行为、咱的思想、咱的意念、咱的言行的过犯，啊求主来赦免咱有意无意的中间所犯的一切罪。咱开声做伙来祈祷。巴贝兄弟，你是将来一切的主，你是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宰，来到你的面前来祈祷。阮的上帝，我要感谢阿罗你，所犯的罪过，感谢你伫阮的生命中正做阮的救赎，正做阮万世代的帮助。主啊，阮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阮的过犯得到赦免。阮也是阮过去伫你面前得罪你、求欠你的所在。求主你的保护，搁一摆来洗清也甘愿，互阮对罪恶中的捆绑来得到头绑，心灵来得到自由，伫基督内面得到喜乐甲平安。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这算咱伊伫家头绑的祈祷，咱做伙来读这节的圣经。我命令你，着勇敢壮大。唔通惊，唔通乱，因为你无论去倒位，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咱相信每一个人拢有信心，但是所有的信心呢，是家己的信心，还是上帝的信心？伫咱人拢会。伫咱人拢袂会中间，上帝是万事拢会。我相信上帝照着咱的信心，互咱做咱无法度完成的代志，所以咱常常来爱倚靠主，求主来赐下恩膏，来互咱每一个人来脱离俗世遮的罪恶，赦免咱一切的罪，来医治咱。下面咱做伙来开声来祈祷。
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也只是来邀请主，你将做阮灵、思想、情感以及身体主，阮将这忧温来交托予你，阮就交起信心来得到主你赏赐予阮的喜乐甲平安。天父上帝，阮有时身体软弱，有时阮软正。但是主，你是阮的避难所，无论阮伫倒位求，你拢要使阮平安来安慰阮。你在阮的身体软弱，常常有病来追伴我；有时阮的年纪来增加，体力来衰弱；有时阮因为意外来得到这个破病，唔知是何。但是，深深当阮困难的中间来到你的面前的祈祷，一定得到主你的帮助甲安慰。我也相信你是伊的权能的能力的主，你有主权，但是阮只有顺服伫你的面前。愿主啊，照你的主爱来恩待阮，互阮得到讨帮，得到医治。感谢基督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咱来为了主日来守望来祈祷，咱搁来读这段圣经。祈求叫伊的护卫荣耀，通过伊的信心所赐的困难，互恁内在人勇壮起来。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信来踮伫恁心内，互恁顶军地的基听。会当甲上帝所有的主命明日伊都会听，是哪年啊长看关心。搁经验迄个超过人的知识，所会当了解听，互上帝完善，恁完全充满。咱来为了本主日来遮的服侍来祈祷，求主你，求主啊，或者牧者同伫中间有属天的能力为了教会的组织，定心来建造甲发展。互这个小组会当看出主的心意，祈求上帝赐下智慧，或者本会的核心同工。第二，咱来为了本主的小会、中旨会来顺利来进行，互行政的团队甲牧养的团队拢会当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要为了第八组来祈祷，求主你来保守这个组员身心灵健壮，辅导小组长。有气力、有热情来带领小组，好调组员会当将这小组长来带领小组往前行。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主耶稣，我来邀，我伫你的面前，搁一届来祈祷。主你讲，主的若毋是耶和华所去做的，是去做人伊会空着我。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的人空轻生。主啊，教会就亲像身躯，基督就是头，牧师就是阿妈棍，事工就是遗体，祈祷就是生命。现在主耶稣，阮啊，只是为了教会组织建造，搁一届伫你的面前来祈祷，阮啊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施恩，互这个小组的同工。帮助因，求主来帮助因，互因明白，原来是甲你同工，毋是我靠家己的聪明、甲能力，乃是我靠主来完成一切这的事工。阮也为了本主的下晡小会、中旨会，求主来掌管，顺利来进行，求主来赐福中级的同工，以基督的心，正做心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为了第八组来祈祷。求主你也赐福，互因有健康的身心灵，互因谦卑、热情为主做工，带领小组往前行。今仔日礼拜对头，姊妹拢交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甲每一个兄弟弟弟，通过上帝的话，我若要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咱最后用主祷人来做伙来祈祷，愿你迄日礼拜，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式今仔日话，
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伊的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尊贵甲威严包围伊，权能甲欢喜充满伊的所在。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荣耀甲权能归互伊，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互伊，着带祭物来到伊的面前，着穿圣洁做礼服来敬拜上主。请咱做伙来吟圣诗23首。七鸟的主，海洋的主，七鸟的主，海洋的主，请起立吟全首。七鸟的主，海洋的主，全地是神的主，阮着怎样来敬畏你？阮着怎样来学我？地动的主，波光的主，来分三百的主。谁在人？阮着怎样来得救？彩虹的主是假的主，雨蒙变空的主，阮着怎样受阮的？阮着怎样来感谢？主的主，阮着怎样着广播？阮着怎样伫我名？慈悲的主，对别的主，应着受尽的主，阮着怎样献仁爱？阮着怎样？万世的主，神秘的主，慈悲怜悯的主，阮着怎样献喜乐？怎样是天理天国？咱同心来祈祷。尊贵阳光的天父上帝，你是权能佮有威严的主，你是眷顾天顶地下无欠缺的主，你是惊生者的主，是互无变做有的主，你是世界的主宰，坐伫王的宝座的上帝。你的名何等广阔，阮的嘴要时时报扬你的美妙。佮你是听阮祈祷的主，是怜悯的主，是互阮通有倚靠的主，是甲阮分别做圣，也是引带阮行伫你心意的主。除你以外，阮无别项。求你，互阮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仰望你的阳光，寻求你的指示。阮要将感谢做祭，感谢主伫5月26的牧师就任礼拜，行水佮良善的事，你亲身为阮做见证。伫过去这段日子，你甲阮同在，
陪伴、引带，互阮安慰、毋忘信心。求主赐福你的教会，你是教会头，阮是身躯，互阮跟对你的脚步，甲牧师做伙同工，行出嘉南教会60年久的好所行。整理出阮有的资源，整理出阮爱更新的部分。阮相信上主互阮是平安的意念，要互阮有光明的将来。听阮当心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的名，听阮祈祷。请咱做伙来启应。伫信息后面，启文第31篇就是诗篇127篇、128篇；启文31篇就是诗篇127篇、128篇。主题若毋是上主建造，建造的人就空空着磨，城若毋是上主固守，守望的人就白白警醒。恁早早起来，暗暗才困。拖磨趁食嘛无采工，上主所听的人，因互因好困。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婴仔是伊的报酬，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亲像勇士手中的钱。种地爸爸的人真有福气，因伫城门口甲对峙争辩，拢袂得到见效。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遵行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事事顺利，真正幸福。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囝儿围伫你的道，亲像橄榄栽。这声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锡安赐福互恁。愿你一生会看到耶路撒冷繁荣，愿你会看到子子孙孙，愿一切的平安和平。且圣歌队来献诗，伊所要献的诗歌是：你的慈爱使我清气，你的慈爱使我清气。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7节。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7节。即句话通相信，若有人爱做监督，伊是羡慕美好的工作，所以监督着无通嫌，只有一个某安分守己、自制端正，敖款待厝外人，敖教师，无酒醉，无凶暴，反倒爱温和，无烧钱，无贪财，敖管理家己的家庭，囝儿有顺服，事事端庄。人若袂晓管理家己的家庭，那袂晓管顾上帝的教会。初信者毋通互伊担任监督，才袂自高自大，陷落甲魔鬼所受共款的审判。伊伫教会外嘛着有好见证，才免受诽谤，陷落魔鬼的罗网。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题目是管理家己的家，管理家己的家。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很感谢你，互阮当伫主日的早时来到主日的圣殿来调起你，也甲阮的众兄弟姊妹做伙伫遮来组织。也感谢你带领阮进入伫新的一个月份的中间，也感谢你带领迦南教会过去58年久的时间所行的路站，也愿上帝继续引带头前的方向，甲头前的每一步拢有上帝你信心的帮助甲引带。通过一摆，也愿上帝拍开阮的耳孔，互阮听见上帝你的声，也明白上帝你的心意。安尼感谢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毋知影咱大家当时有家己的厝哦。伫2008年，阮看到即张的广告。即张的广告就是阮伫美国的服侍人伫卖厝。所以看到即张单讲，即个厝足大间的，5个房间，3个浴室哦，2个车库，会当停2个位。卖即个介绍，所以阮就祈祷，讲上帝啊，阮真意爱即间厝，会当互阮买着即间厝无？结果呢，无到5个月，阮就摕到锁匙，就带入去即间厝啊。即间厝呢，阮入去的时阵，举锁匙的时阵，内底拢空无物件，但是阮足欢喜的，所以迄天呢，阮就困咧涂骹，就安尼嘛要过一暝，因为实在是真欢喜啊。但是即张相呢，毋是阮去的第一天，即张相呢是阮要离开即间厝的最后一天，就是将即间厝来卖掉，要搬出来迄天所翕的啊。毋知影头前要去佗，嘛毋知影上帝安排。总是上帝甲阮对迄个厝，即马搬到啥物所在来咧？搬到8楼，即个牧师馆虽望是袂当比啦，但是阮拢爱真摒扫的，因为厝拢太大间。过去迄间厝，原来有2层楼，阁有前后院有时阵拢爱插树爬去树仔顶插树仔。即马是免爬插树仔，但是有时阵嘛爱爬悬爬低所以感谢上帝也带领阮转来到伫迦南教会，伫教会有即个牧师馆，嘛真感谢咱的同工兄弟姊妹，大家真用心尽力互即个所在尽力甲大家感觉有舒适无？有要想要入来参观无？袂，有要想要入来住无？要入来住就请来报名台湾神学院总是上帝。即个厝呢，对咱来讲，拢是咱一生的即个梦想，也是咱伫超找的所在。但是呢，厝呢嘛毋是好整理才有一寡伤。就是整理过程中间，真需要大家斗3工斗骹手所以即个时阵就感觉即个囡仔生了多真好但是我生无够所以敢生一个后生，但是感谢教会青年来斗搬斗整理甚至呢爱来摒扫特别是上界正边呢即张相呢，我嘛甲囥伫遮。这是咱伫教会即栋大楼的后壁尾面还有一块空板遐写迦南插会遮难迄个插呢毋是插是头前迄个字已经落落但是呢，中迄个相呢就是我的正后面呢，就是桃花源饭店即个桃花源，即个饭店即马拢是韩国人来住所以入去拢爱讲安尼哈西哟，感谢哈密达但是呢，这韩国人因了饲日价足济，但是因就足好奇讲，阮住即个饭店看出去，即个饲日价
吼，咱的即个教会吼外口的扛棒是生即款型的。吼，如果你看到即个扛棒是安尼，请问你敢会来即个教会聚会？吼，可能大家我看足侪人拢害头吼，毋知即个教会内底牧师是毋是生做即种型的？吼，毋知即个教会内底兄弟姊妹是啥物款？吼，咱的外表看做是安尼。所以真理厝毋是只有真理厝内底，吼是真理，吼外口嘛爱好好真理，吼所以牧师真期待即个牧师馆真理好势，吼咱的教会，吼内外拢爱换新，拢爱清气，拢爱真济，安尼好毋好？吼，所以咱的即个总务部的部长吼，孙进长了，原来真辛苦，吼即摆嘛已经开始拢发包，吼嘛拢已经开始有请即个厂商，吼来真理。互咱的教会，毋是只有咱伫即个礼拜当天伫做礼拜，是互咱的内外，吼，拢会当互人看到，感觉真舒适，也真亲切哦。但是即个家，吼，教会是上帝的厝，但是家，吼，毋是即个建筑物，吼，家是对关系来开始哦，吼，即个家庭是对关系来开始。入捌一个人，吼，会当对伊徛家来看出伊的生活习惯。吼，但是常常有伫真理，嘛会当互伊伫生活中间做任何的事，吼，嘛会当搁较有处事。但是咱的家，吼，是对是透过上帝，吼，伊甲咱准备的。所以家的重点，毋是只有即个环境顶头爱摒扫清气，嘛伫关系顶头爱清气啊。吼，所以甲咱隔壁兄弟讲，咱伫关系顶悬嘛爱有清气。咱伫关系的顶悬，嘛爱有清气。吼，我相信大家拢足爱摒厝内。吼，我去到咱足侪兄弟厝内底，吼，大概去就是即个哇，迄个哇，吼，就是大家厝拢摒甲好势好势。但是咱除了用时间来摒厝，咱伫甲厝内底的人的关系，吼，嘛爱有，互人有即个哇的感觉。吼，就是讲，互人看甲真新鲜，即个家庭。人甲人的关系是遮尔啊，通互人新鲜哦。咱对从6月初1开始来读即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是咧教导信心，嘛咧教导教会的习俗，特别教会的管理是对家庭的建造来开始。所以伫提摩太前书，吼特别3章才有讲到家庭中间3种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甲整个。家庭的关系哦，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甲家庭关系哦。所以头一个咱来看即个夫妻关系，夫妻吼是经过结婚，所以对结婚进前到结婚以后，即个夫妻的关系是非常重要。毋知影你认为你的厝是对当时开始？拄则牧师讲，阮伫2008年买头一间的厝，但是这毋是阮的家庭的开始。阮的家庭的开始，吼，爱登到伫2000年的9月23号，吼，就是阮伫台湾新学院，吼，毋是阮啊，我甲陈牧师娘，吼，伫台新结婚的迄天，就是我的家庭的开始。伫即个9月23号以前，我的家庭是啥个家庭？我的老爸、我的老母的家庭，迄毋是上帝对我的家庭，所以对每一个人嘛是共款。你的家庭是对当时开始呢，是对你结婚迄天，吼，才是你的家庭。所以咱的人生若无经过婚姻，咱拢伫咱父母的家庭中间。但是当咱进入婚姻迄天，就是咱家己个人，吼，甲你的夫妻配偶即个家庭的开始。但是对即个来讲，婚姻，吼，是礼物还是坟墓？好，笑笑唔敢讲哦。只有静豪说是礼物，哦，你说坟墓哦，好，讲标准一点，好，所以你要好好听牧师讲道了。婚姻，好，真侪人当作是坟墓，我入去就死啊，我入去就袂当出来啊，好，我入去就待在遐，好，关伫遐。但是咱若无法度好好明白，看上帝互咱的祝福，秋林兄，婚姻是祝福还是坟墓？哦，大大的祝福哈，好是大大的祝福。婚姻是上帝通过，互咱有一个好的牵手，互咱有一个好的丈夫，互咱会当建立家庭，互咱的人生得到祝福。好，所以这是嘛是感谢上帝，吼，将这个正义师母匹配互我，
互我受到伊的即个伊伫咧压头呢，哦，受到伊的即个祝福呢，吼，所以才会当来行即条牧师的路啊。吼，所以婚姻嘛是咱人生中间，吼，甲人甲人的关系上界久长的。咱甲咱的爸母会当住到点时，吼，正好打算住到几岁呢？唔知影，吼，但是咱会当甲咱的囝儿住到点时呢？但是咱会当甲咱的夫妻住上久，吼，譬如讲德明兄，吼，德明兄，吼，甲丽主手即个素丽长老，吼，素丽长老，吼，伊安尼结婚超过70档哦，70年，吼，所以。这是比伊甲爸母中间的关系，甲囝儿的关系时间搁较久长。所以咱若好好来经营婚姻，咱会当找到一个好的谈判，吼，伫即个家庭、伫教会、伫社会有一个好的谈判。上帝是通过即个婚姻来祝福咱的家，甲祝福咱的家庭。保罗教导提摩太，若要做教会长老来监督教会进前啊，进前，就要先努力伫婚姻的关系顶头。无通嫌哦。提摩太3章第1节到第3节，好，咱做伙来读。即句话通相信，若有人爱做监督，伊是幸福美好的工作，所以监督就无通嫌。只有一个某，安分守己，自制端正，熬款待出外人，熬教事，无酒醉，无凶暴。反正爱温和，无三尖，无贪财。若有人要行善，做家人教会长老，这是好事也是歹事？这是一个美好的工作，行善。但是要做长老，要做监督，就爱先对你的家庭开始。几个某？一个某。好，啊，这个某呢，爱做甲互这个某无通嫌啊。伫教会中间，吼，真罕得，吼，会伫外口，吼，听到太太对伫外口大人讲，哇，我的先生偌好偌好，吼，较少啦，毋是讲真罕得，较少。大部分伫小组中间呢，拢会听到即个某咧，伫小组讲，吼，阮安怎啦，吼，啊，弟兄小组讲，啊，阮太太安怎，阮囝安怎，拢会嫌来嫌去，所以听到就是嫌东嫌西哦。但是伫家人教会，互我印象上深的，就是听到一个某，伊咧讲到阮的先生，吼，即句话互我听到实在永远记会牢。即个太太呢讲，我的先生吼，伊就人如其名啊，叫做真正人啊。吼，知影这啥物人无？真正人啊，真正是人。吼，讲即个人呢，就是安尼正安尼。吼，所以是互我无思量，你会记得吼。互我印象就深的，哇！竟然吼，我毋知陈牧师娘伫外口拢安怎讲我吼，但是伊毋是伫外口，伫厝内底就安尼讲我。但是会当伫一个外面吼，对外人来介绍吼家己的太太也是丈夫，会当安尼来甲伊肯定无通嫌，吼，这才是要做教会的监督长老吼的头一关。后壁包括讲安分守己、自制端正。爱交宽待，吼，真侪家庭拢无爱接纳，吼，即个出外人，吼，有人来甲咱杂做一个，吼，嘛感觉足啰嗦、足麻烦的，来着爱搁摒扫，出去着爱搁整理倒粪扫。但是伫教会的监督，吼，是对你的家庭，上帝互咱的，就爱来开放。所以当阮有即个厝以后，吼，阮嘛感谢上帝，因为阮知影，这毋是靠阮家己的能力会当得到即个厝。这是上帝想说，既然上帝赐予阮就爱用这个家庭好来应跟上帝，所以我们定定开放阮的厝，好开放阮的家庭，好特别是在美国的时阵，真侪兄弟姊妹好对远远的所在来，好所以来到的时阵，好阮嘛接待伊，好甚至拢有留一个房间，好就是因仔来要需要住的时阵，好嘛当互因有所在通住。所以做一个教会的服侍者、领袖也好、领导者也好，咱的家庭、吼，咱的厝是上帝互咱的，咱来整理好。咱若拢无整理，咱平淡整理，当然咱就袂欢迎人客来。但是咱若随时甲准备好势、款好好势，等有外人来时阵，吼，咱嘛会当伫即个厝来做真好的见证啊！
好，所以这是咱的夫妻的关系，对结婚进前到结婚以后，拢爱好好来经营。提摩太前书嘛，甲咱讲，即个家庭建立、管理家己的家，嘛爱好好来经营咱的亲子关系啊。即个亲子关系，毋是到你囡仔大汉啊、读高中啊，吼开始叛逆期才来经营，是要对生囝进前就爱来经营即个亲子关系啊。现代人较晚结婚，较晚生，吼，所以家贫吼老师吼。即马结婚啊，好，但是呢，嘛爱准备努力，好来生囝，好，隆恩也是一样，好，不婚不生，好，造成台湾的生育率真做全世界的第一名，好，倒数第一名，好，就是两个人生袂出来一个囝，唔爱讲囝，两个人生不出一个人，好，所以台湾的人的减，好是非常的紧，好，所以咱爱为着咱的遮个青年后一代。鼓励伊，吼，若是除非讲上帝互你袂当生，上帝有特别意思，互你爱独身，无要结婚。若无上帝安尼甲你真清楚甲你讲，你莫结婚，吼，你袂当生，吼，若无安尼，吼，你拢应该爱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互我会当结婚，互我会当结婚了后，互我会当勇敢来有囡仔，肯伫咱的祈祷的中间，肯伫咱的计划，肯伫咱的管理内面。因为这是疼的延续，互上帝，互咱夫妻的疼，会让通过囡仔家庭继续将这个疼来传承落去，好传承下去。好，所以拄则讲到德民兄，吼前几工拄有一个机会，好去到德民兄伊的厝，吼因的厝内底拢空啊，吼拢无人，好但是看到伊桌仔顶，吼也是伊厝内底，吼这个橱仔内底囥了一寡的物件，就我看到讲。即对结婚70几年的翁仔某，吼，但是因吼遮个囡仔，吼遮个后生，吼遮个家庭，安怎来传承即对夫妇，吼所立长老来引带伊的先生进入到伫即个教会，然后将即个信仰甲伊传承落去。我伫看的时阵，我感觉这互我哪感动。咱伫教会嘛是共款。毋是只有咱夫妻翁仔某两个来做礼拜，咱嘛有责任爱帮助咱的后一代囡仔，吼自细汉伫即个信仰的顶悬，毋是讲交互教会、交互主日学，是咱家己着爱来为因来祈祷，扶持做好的规划甲计划，互囡仔的信仰吼无来离开，吼互伊不管是去到什物所在，拢咱伫迄个所在来敬拜上帝。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40到第50，请大家来读。要管理家己的家庭，囝儿有顺服，事事端庄。人若袂晓管理家己的家庭，若袂晓管顾上帝的教会。管理家庭绝对毋是讲甲即个所在要安怎整理，厝的拢足清气的，涂骹拢无垃圾，是关系安怎管理？你甲囝儿的关系，吼，你甲你的囝的关系，甲阿孙的关系，是毋是有逐工，还是逐礼拜，还是定定固定拢甲因讲话？毋是你去找因，是因家己会来找你。伊想要来甲你讲话，伊想要甲你来亲近，毋是看到老爸老母就紧越头紧闪，还是关伫房间内底。这是自细汉。就爱好好来规划甲设计哦，所以我看到咱中间的兄弟，真侪家庭，拢有真好的即个家庭亲子关系哦。逐礼拜做伙食饭，也是逐礼拜做伙，有一个聚会，逐礼拜当做伙有一个简单的祈祷，安尼数十年如一日，我感觉，这是一个有经过规划，经过计。伫咱的教会中间，互咱的拢有一个学习，就是我们都要学习计划和管理。这是来教会上帝，互每一个人，不管你有结婚无结婚，你有当通过参与教会学习计划、学习管理。咱伫今年的7月，初8到7月12咱拢总5天的时间，要来举行这个儿童的夏令营，伫咱的教会。咱有招80个国小1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
目前有60个，各有20位的名额。所以如果咱若有是即个囡仔，也是即个孙仔，也是有即个厝边会当来鼓励因来参加即个教会的夏令营。其实即摆即个夏令营的当中，伊拢足少年的，即个营长嘛，即大二，大一还大二，大一大学1年即大学1年级，但是伊爱做即个夏令营的营长，一个18岁的查某囡仔，但是爱做营长，伊爱开会，爱组织，然后爱训练栽培小组长，通过遮个小组长甲队长，然后爱带80个学生囡仔，遮个5天的时间，然后搁爱报名，搁爱家长所以我昨看到迄个营长到11点外，搁坐伫楼骹办公室，搁伫遐咧拍名单，搁真辛苦。但是18岁、18岁的一个大学生，伊会当安尼来尽心，是因为因这是教会提供的服侍这张相片是2011年5月30号，拄啊满13年13年前，我遐伫嘉南教会做青年牧师，第一卡就是迄当时的青年，去看遮个相片，差不多要有一半，应该无够一半。即张相顶悬无够一半，搁伫咱嘉南教会。但是呢，因有诶拢去到伫外口，也是伫无共款诶所在，伫遐来服侍。伫教会诶参与，就是来训练伊，将来伊会当做一个真好诶父母所以甲咱隔壁兄弟讲，教会诶参与，将来当做真好诶父母。佫有押韵的我嘛就配合我家己的教会的参与可以让我们成为很好的父母不管是属灵的父母还是家的父母。我相信咱拢是因为有经过教会的训练所以咱拢会当来做一个好的父母所以咱来鼓励咱的青年鼓励咱的囝儿孙伫教会参与，这是对因将来足有帮助的。就要鼓励因来出来服侍，暑假若无代志，暑假若有时间，鼓励因来参与，来参加。我的3个囡仔嘛是共款，我无迄个才调去教阮囝，甲伊讲，你着爱来教会服侍，你着爱安怎参加聚会。但是我拢用一步，就是甲伊等伫，毋是讲等伫，甲伊骗去赶去参加青年的聚会。去1届，去2届，互伊习惯了后，伊家己就去。所以拢毋免我甲叫，安尼一调以后，拢差不多就无我的代志，我就当去无用我家己的代志。所以伊聚会伊嘛家己来，伊阵要开会阵，伊家己嘛骑机车对台北骑到桃园，足早就起来，为着要来参加聚会，要来开会，等等遮。所以这是互咱的一个做父母，会有一个智慧，鼓励伊，毋是讲叫伊敢读册，叫伊敢爱好考试。叫伊爱好考研究所，叫伊爱好找头路。你爱鼓励伊，互伊好好参与伫教会，将来才会当最好的父母最后一个关系，家庭的关系，是对人前到人后，伫人的面头前，甲人看袂到的所在无论是教会还是家庭，拢是经过真无简单、辛苦起造建立起来。但是要安怎保持教会、保持家庭最佳状态、永续经营？咱的冷气敢无啥冷，迄电风会当甲放一下无？因为现在二氧化碳的浓度较悬那个同工请帮忙一下，谢谢。安怎互咱的教会甲家庭会当保持伫上好的状况呢？要保持上好的状况，就是爱先明白。咱的家庭、咱的教会常常拄着什么款的攻击？是什么让我们的教会没有办法维持家庭的关系？是什么让我们的家庭没有办法维持家人的关系？这是咱爱先问的。如果咱若知影，安尼咱才会当去预防。我看到真侪家庭真无彩。受到主动受到破坏家庭、破碎教会，甚至受伤分裂，但是毋知影发生什么代志。等咱若知的时阵，咱才会当知影安怎去预防、预防
嘛知影讲安怎样保持教会和谐，保持一个家庭的和谐，无互教会、无互家庭来受伤哦。提摩太前书第3章最后这2节，咱嘛来读。初信的毋通互伊担任监督，则袂自高自大，烦恼甲魔鬼所受同款的审判。伊伫教会外嘛着有好见证，则免受诽谤，烦恼魔鬼的罗网。伫顶礼拜陈牧师的就任，即个就任中间，因为中委会有规定就任拢只会当讲5分钟啊，5分钟要讲即个就任事实在是讲袂了，所以我先家己写一篇，即篇呢我甲写好，就放伫咱的即个社书的中间，嘛放伫咱即个纪念品即个袋仔的顶悬，所以我要直接请问一个，顶礼拜有来参加地会的，请举手一个。顶礼拜日下晡3点，多谢，谢谢。来参加，你有看到牧师写的迄篇的，请举手一个。真侪人都无看到，多谢。少数的人才有看到，所以真侪人无机会看到。但是我有甲放伫即个脸书的顶悬就是讲，牧师的就任对青年牧师，我头一句就写讲，从青年牧师到主任牧师，你认为爱几年，才有资格？对一个青年牧师，做一个教会主任牧师，你认为爱有几年才有资格？别人我毋敢讲，我会当讲我家己。做迦南教会青年牧师开始，到做迦南教会主任牧师，安尼拢总是18年，搁8个月将近19年的时间啦。当然，这19年我嘛毋是拢总伫遮。上帝甲我安尼带来带去，调来调去，互我去外口去遐受历练。但是呢，我感觉这中间的18年久的时间，嘛是上帝帮助我，互我毋是自高自大。如果我是来迦南教会，来遮3年5年，青年牧师就变做主任牧师，安尼。我会感觉讲，哇，我足够的，上帝足听我的，我足厉害的，我会当遮少年，就来做一个大教会的青年牧师。但是因为我行过遮的路，上帝的引传，互我知影一步一脚印，就爱一步一步来，毋免急，嘛毋免紧，照上帝时间，上帝安排，上稳当，所以嘛无求家己的利益，所以。伫即个所在，保罗甲提摩太讲，初信的毋通互伊爬了伤紧，走了伤紧。初信的就爱帮助伊哦。所以包括咱一个拄要来教会，想要来信即个信仰，要来洗礼，咱嘛要真考虑，就是讲安怎帮助伊，要紧甲洗礼，也是要互伊的信仰会当久久长长。真侪就是咱看到真侪人。一来教会足热心的，足赶紧就洗礼，但是洗礼无偌久以后，人就安怎跌倒，拄着代志，这就是即个耶稣的譬如，迄个亚金子压伫即个石头顶，也是压伫即个刺皮内面，等于拄着艰难的时阵，就袂当继续大站，袂当结果子。但是咱若家己栽培，先家己乌土，先家己松土，然后家己。肯真知上帝话伫伊个松土的内面，互伊有上帝正道真理伫伊心内底来哺育发芽，安尼伊所发出来，然后我爱甲即个四周围拢爱拼清气，安尼才会当互即个真知大长起来。所以一个做教会监督甲长老，伫教会外口嘛爱有好的见证。所以咱要安怎做教会领导者？伫教会外口有好的见证，就是咱出去的时阵，嘛爱甲人，是不是讲出去的时阵，咱就爱写一个迦南教会长老、迦南教会牧师，走出去甲人讲，你好，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我想嘛毋是即个意思，即个意思就是讲，咱出去的时阵，咱是代表教会，咱是代表耶稣，
咱伫外面一切言行举止，就要有好品行，毋通互人讲，哎哟，这牧师呢安尼，这是牧师，我毋敢去教会；这长老呢安尼，我毋敢去教会。吼，这基督徒呢安尼，我毋敢去信主，去信基督教。咱就爱代表耶稣，代表教会，互人看到咱的好所行，才会当将因根归互上帝。即个上，吼，看到地牧师、陈牧师，中规伫迄个所在，吼是啥物人？哦，闽泽，闽泽即事，迄阵是共款2011年12月初4，伫遐受封立，来做迦南教会第47个长老，第47个，代表讲伫伊个头前有46个长老，拢伫即个所在，伫即个所在，来封立做长老。闽泽即事，伊要做一个长老，是毋是伫厝内底就要有好好管理家己的家，爱好好管理伊的家庭、婚姻掌握们伊的查某囝，今日伊的长老娘，苏美姐伫遮，免甲问，咱会当对公开私底下，来看一个长老安怎管理家己的家庭，然后安怎来管理教会上帝所交托的事务。伫迄天12月初4的即个封立，嘛有6个执事，头一届设立，这6个执事，看有着啥物人无？对左边过来翠玲、上元、嘉生、嘉瑜、立志、甲正雄，所以大部分拢伫咱的教会上元伫上帝遐，伫做上帝工，但是呢，因是迄天甲迄天。闽泽是头一届做长老，即6位是头一届来做执事。做执事嘛代表讲，咱就要开始照圣经的教导，对咱的家庭的关系好好来坚固。所以中间遮的执事，大多数拢已经嘛做咱教会拢有编号的长老，继续伫迦南教会伫服务，甚至有的已经超过70岁，来退任啊。所以上帝安尼一代一代传承，就是互教会拢爱受管理，嘛爱受经营啦。顶礼拜咱用彼得后书，第1章分享，咱来爬这8层的楼梯爱记得，有信心就爱有啥物？德行3楼咧，知识4楼咧，节制5楼咧，忍耐过来，虔诚第7楼，疼兄弟的心第8楼，疼姊人的心。这8层楼嘛，代表一人对属灵的红鞋伊打信主的开始，然后对幼稚园、对小学、国中、大学、研究所，也是伊出社会，安尼开始，就代表讲咱的信用，拢爱爬即个信用的楼梯，一站一站，到伫8楼，然后彼得佫讲，佫有即个基督徒的楼梯，甲老基督徒的楼梯。伫家庭的中间，是上帝要祝福，因为这个家庭婚姻就是上帝所设立的。无你看世界倒一个宗教，倒一个宗教的声明，伊有甲人讲叫人爱去结婚；有倒一个宗教的声明，劝人就爱去娶某生囝，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你有看到倒一个宗教会安尼教导人？只有上帝创造世间的上帝吩咐人，伫创造世界、创造人的迄天，伫创世纪第1章，伊就甲人吩咐啊，伊做人做女，人就爱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搁爱治理即个所在。所以上帝互人真清楚的吩咐。迦南教会嘛是上帝家，对无到有，对细间到大间，对2层楼到8层楼。对49号到33号，上帝互咱的教会亲像家庭，安尼扩大，嘛是互上帝国通过咱伫即个所在，诚做属灵的家。咱有开设真侪教会，包括鸿运教会、草立教会、嘉光教会，甲即马咱迦南教会，虽然毋是迦南去开设，但是真侪迦南教会兄弟姊妹去开拓的青埔。温哥日七教会，这拢是上帝的产业，拢是上帝国，
吼，顶礼拜即张相，吼是真感谢主，吼会当真侪人，但是嘛足侪人吼真客气吼，无来即张相片内底。吼，不过重点毋是人较侪，重点是互咱看到伫实力家下面，咱对东西南北吼男女老幼吼讲无共款的话，但是拢伫即个实力家下面，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成做一家人哦。阿门。好，所以甲你隔壁兄弟甲伊讲，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成做一家人；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成做一家人。好，所以咱嘛爱继续结果子，嘛爱继续来传福音，爱继续搁开拓教会无？吼，讲爱人吼，就爱备办心哦，吼，凡事吼，讲有一天上帝讲吼，叫咱吼，像咱有一个会友叫做会亲。吼，简慧清，吼，听讲伊即马去到倒位？平湖做啥物？去开船啊，掠鱼啊？无，伊是开教会的船啊，去掠得人如意后去做宣教师啊，吼，做宣教师。吼，所以嘛是咱迦南教会所结出来的果子啊。吼，所以咱着爱爱有同心，吼，爱共心，吼，爱为着福音来努力甲拍拼。今仔日吼，伫是咱总会所定的环境主日。为什么叫环境主日？吼，因为6月初5叫做世界环境日。吼，伊即个环境日，吼，除了吼，甲环境爱摒扫清气，就是爱做好的管家，吼，爱管理，吼，咱的即个所徛起的所在哦。所以咱后礼拜要甲大家分享，吼，咱管理好家己的家。才会当去管理上帝家。后礼拜继续分享，等咱会晓管理上帝家，咱才会当知影安怎管理伫天顶的家。吼，所以后礼拜要继续对提摩太前书来分享哦。才有一个影片，吼，要来甲大家来分享。声音可以再大声一点。咱互即个 gentleman 啊，该拍破啊，该鼓励一下哦。大家看了即个影片以后，毋知影以后你伫教会地板看到粪扫，吼，你会较想要压落去，甲捡起来哦。吼，虽望可能无人会冲出来，甲你献花，甲你拍破啊，但是你爱想着伫天顶，上帝甲遮个天君甲天使，吼，拢会为着咱的一个疼教会、疼家庭、疼环境、疼土地，吼，来甲咱拍破啊。牧师嘛，定定吼，伫教会门口伫看有粪扫无？吼，若看到粪扫，牧师爱安怎做？敲电话互长老，某某长老，紧来哦，遮有一个粪扫。啊，长老接到牧师的电话，啊，某某技师来，牧师讲遐有粪扫，紧去捡。啊，技师接到以后呢，吼讲会甲因某讲，某啊，迄个长老讲爱去捡粪扫，叫太太去。吼，安尼落去时阵，迄个粪扫永远嘛捡袂起来。有时阵，吼，咱着爱做头一个。这个影片，互人上感动的，就是到底啥要做头一个，吼，啥要做大心，吼，一个疼教会、疼家庭，吼，不管是毋是我的责任，
毋是我的工课，但是我愿意伫第一个时间就用正确来回应。我相信这是上帝所祝福的。伫即礼拜的小组中间，咱来分享咱的厝内底倒一个角落所在是你上意爱，为什么？然后有关厝的3种的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家庭关系。你感觉对你来讲，你的挑战上大是倒一种的关系？如果咱是家己，也是身躯边的人，拢阁是住伫老爸老母的厝，安尼你要好好来祈祷。好，咱来思想上帝安怎互咱应允要建立家己的家庭。我阁讲一解，毋是讲你出去买一间厝，这就是家己的家庭。爱有上帝互咱的另外一半，才会当继续互即个家庭继续落去啊。好，所以咱伫服侍小组的内底，好为着家己厝内底的人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关系坚固，无受到魔鬼的即个破坏扰乱。第二个，为着离家在外的肢体带导，好，即个家是迦南。我毋是讲，意思毋是讲要去开设教会，爱阁叫伊转来。我是讲，好有足侪失落遮个羊仔，好，春昨的即个拜六礼拜，好就看到黄志祥因囝，好来参加礼拜，哦，就足欢喜的。甲问讲你偌久无来？好，伊讲1个月。我讲恁爸爸本来足久无看的，好啊，我还袂甲问啦，伊就走去安尼。好，但是呢，这就是我要讲的，离家在外。如果伊若去别间教会，安尼感谢主为祝福。但是伊若无来，伊离开家人足久，但是无去其他的教会，咱拢爱为因祈祷，互因找到一条什么路？回家的路啊！好，回来迦南的路。好，嘛鼓励咱，好，顶礼拜牧师讲欢迎上八楼，好，即礼拜就接到足侪人，好，甲主任讲，主任啊，我要伫八楼小组，好，我要伫八楼聚会，好，大家就开始预约，好，真好，好，嘛期待讲，好，咱的小组，好，会当煞接找一个时间，去厝内底，好，安排一届，去厝内底会当小组聚会，互咱通过每一人的家庭，好，因为伫教会看拢是永远是上介好的。伫厝内底，才当看到咱搁较真实，吼所认捌的即个人，啊嘛，互咱会当趁即个机会，甲厝内底摒扫到好势好势，清气来迎跟上帝。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通过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啊，虽讲提摩太迄个时阵也是孤身，还袂娶某，也还袂做老爸，但是伊就开始来管理教会。来建立教会，做上帝的工。啊，阮也伫即个所在，也感谢你，赏赐阮有一个家庭，特别是阮对阮爸母的家庭来出世。上帝也应允阮每一个人，就要离开爸母，甲阮的另外一半来结连，因为上帝要束缚阮的是属于阮个人、阮夫妇的一个家庭。也愿上帝坚固阮，特别是阮的青年、阮的少年后一代，互因会当知影。婚姻是上帝祝福，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礼物，婚姻是上帝要互阮的生命会当伫即个地上会当久久长长，一代传过一代。也愿上帝祝福阮，互阮伫家内、伫教会、伫社会、伫国家、伫世界，阮会当做上帝好的管家，来生团做，也会当变满全地，佫会当来治理即个所在。愿咱的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圣诗449首。基督是咱家庭的主，基督是咱家庭的主，请起立吟全首。基督是咱家庭的主，咱愈老愈向这标舞。迄是啉食，也是讲话，迄是做工，也是交陪。基督是咱家庭的主，选择当心加做夫妇，
心是三听，当心当心，才会建设美满家庭。咱唱较紧一丝丝啊！基督是咱家庭的主，所有行入天父相属。水下英真君天边，心心坚固刷到好缘。基督是咱家庭的主，第一带全家贵族。早晚时时家庭礼拜。尊主家是心心好塞，基督同在家庭和谐，喜乐充满大人心内。地主三听真正喜福，对主家庭比做天公。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起立。感谢你，伫这圣的主日，阮来到主你的面头前，听探主的你的话，因为你的话真做阮一生的帮助。因为听探你的话，互阮有平安，有喜乐，互阮心内充满着满满的祝福。主，阮感谢你，阮今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快乐，为主你所用。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请坐，请集会长老来报告。首先，咱来介绍今仔日咱的来宾，咱的新的朋友第一位吴丰信、吴以新爸仔囝。第二位就是吴素贞、许令民、王子佑、
黄世瑞，伊是素兰执事介绍的，请起立。领导队哈，欢迎欢迎你们。谢谢。第3位简若兰姐妹，欢迎你啊！过来，这题目书因的全家吼。特别是领导伊对校外伊校的伊全家回来吼，咱请伊。本会报告吼，第一项，当牧师的就任的这个纪念碑吼，纪念品吼，的保温杯吼。开放订购吼，一个200块，一个200块。你6月初9前来小组长来登记缴钱。第2项小会你6月初2本主日下晡有中集会了3点来召开401的教室。第2小点7月初7。举行今年度第4次的圣礼典，要洗礼的这的小礼成人洗礼，是新郎哥要主任干事行政干事来报名。成人洗礼甲健身的一定要完成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中集会伫6月初2今仔日伫下晡1点，伫401的教室召开。415处的中集会，请人会准备心来出席。无法度人出席的，陈牧师来请假。总部部的报告，33号2楼的所在亲子堂已经伫6月初9正式来使用，欢迎3岁以下幼儿来会友来使用。总务部的报告，伫6月初9下晡1点伫703的教室召开总务部会。咱来看网用的系统吼，咱圣经共读开始来举办吼，咱的课程是用提摩太前书甲后书时间，咱看时间是5月31开始吼，伫阴暗的8点到8点半。第2场是伫下早7点到7点半吼。如果咱兄弟也要参加的，会当小组长袂晓加入的中间，来请教讲安怎加入这个群组吼。社区事工的报告，6月初5 10点半到12点爽大的讲座吼，主题是。咱的迄个骹头屋的保养家己的骹头屋安怎家己救？老师是于宇春治疗师吼，所以欢迎兄弟来参加。具体消息咱真欢喜吼，本会林民从弟兄伫6月初3对女子新人院来毕业吼。欢迎兄弟来后学期来报名来读女子神学院吼。今仔日是6月的第1礼拜，咱为了6月份的受请，请起立。那我在座6月生日。6月生日，来，我们来唱个生日快乐歌。咱来给唱一个祝福的歌哈，请因跳起来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哦，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咱拍鼓甲因恭喜。牧师来为遮徛起来兄弟来为因做一个祝福的祈祷，也是伫线顶参加的兄弟嘛为因祈祷。现在主上帝，我感谢你，我为着遮几啊位。
伫阮面前，也是伫周报顶悬，也是伫线顶，伫6月份出世的兄弟姊妹来感谢你，因为上帝你带领因来到这个世间，也带领因成做阮的兄弟姊妹。阮真欢喜有因伫阮的生命中间，甲阮做伙交陪。愿上帝祝福因伫即个要搁加一岁1年的中间，因的身躯，因的愈健康，因有智慧拿过天，也愈有疼上帝甲疼人的心，会当做真好的服侍，真好的工来因跟上帝伫个正人。献上阮的祈祷、恳求甲祝福，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搁一摆拍拍，甲因恭喜，好，生日恭喜！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来读2解。人若袂晓管理家己的家庭，若袂晓管顾上帝的教会，提摩太前书3章50。人若袂晓管理家己的家庭，若袂晓管顾上帝的教会。提摩太前书3章50。以上，我补充一项吼，就是这个地牧师夫妇伫咱的中间，这样伊甲林友来，嘛真感谢兄弟姊妹对地牧师的关心甲带祷，嘛请继续为地牧师的身体欠安来祈祷，互伊会当真紧找到这个治疗的方法。目前咱有通过群组，咱有做一个。志愿的即个志愿的兄弟姊妹，因为牧师常常爱走病院哦，若是即个无拄好时阵，所以咱有一个群组，如果咱若有要参加，这是24小时 stand by 啦，但是你若有志愿要参加，会当甲牧师也是甲咱的即个办公室的主任，会当来登记，互牧师毋免遮尔辛苦半暝找无人安尼，搁歹势去麻烦大家哦。目前已经有11位啦，11位所以真感谢这个同工。另外呢，我看到咱中间有真侪，毋是新的朋友，是老朋友，所以嘛，搁甲大家小介绍一下。检查因最近有来，但是牧师较久无看到，最近几礼拜无看到因啦，所以伫遮嘛介绍欢迎。头一个是对日本转来即个陈纯修陈纯修即个兄弟是即个陈立珠。2014年的这个大兄，这个洪游兄，陈洪游兄的这个大汉后生，伊伫日本转来，真欢迎。另外还有这个贾妈妈，秀珠姐伫咱的中间，咱嘛拍拍来甲伊欢迎。有这个介勤长老，介勤长老我嘛足久无看到，伫楼顶的所在，咱嘛拍拍来欢迎。以及这个我是最近才看到我听讲伊来过2届这个杨梅姐先生，坐伫对嘛，坐伫后壁的所在，伫遐对无的所在甲因后生杨梅姐后生一手就好，拍手挥手就可以了，欢迎你们，欢迎，以上的介绍其他咱身躯边有看到青云人秀媛姐在哪里？威林这威林有郭威林威林也在我们当中，很高兴看到他那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那个丰盛跟秀慧传道伊嘛专登来咱嘉南教会伊嘛已经将伊的会籍刷得来所以咱伫后个月这个信礼顶会搁一摆来介绍以上。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阮的慈悲。天父上帝受赐大好，听人亲像囝儿，听人亲像囝儿，心心愿意甲人感动，徛伫咱人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通，只是到万世代。
直到万世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痛怜悯，世神的帮赞甲同在，甲恁真兄弟姊妹三角地地，互恁建立家己的家庭，管理家己的家，通过恁的家庭来服侍主的教会，来引根上帝利益正人，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互相请安，愿上帝祝咱大家平安。